台湾创会伫总日巡批评台南正电并接全国第一，嘛因为供电引发贪污弊案，社会不安。现在连提供台南人民生用水的乌山头水库嘛要正电，实在伤超过。而且因要求水库水每一档拢要检验，结果中央讲水库水一档验5摆拢符合标准，却根本毋是针对电棒的水质进行化验。无人验，你敢有验？敢有对一个单位验？反正是你敢有验讲，室内底伊珠母交导电胶到底有含有多无？无人验过嘛？咱到今拢无咧验哦，敢讲的。议员为了监管反对乌山头水库立基工程小光电棒先预告一定会到赖总统徛家抗议以外，嘛伫艺术厅提出光电棒上演现场的实验，将光电棒的碎片放入水库水中，请黄伟哲市长签名打上封条，放3个月后要来反驳环境部长所讲的水库水完全无受光电棒影响。反驳咱光电板磨碎3个月没影响水质证明。第一，专明的降水落落拢伫乌山头水库内底，要安怎会当影响到水质？第二，阮实验咱毋敢讲问题，有乌山头水库水10月14个后17个后矿泉水池啊，后自来水池啊我毋敢下定结论讲有问题无啦咱期待3个月，市长我要看看议会作证啦环境部长所提到的报告，它有设计过的实验包括溶出试验是在一个最恶劣的情况下去做出来溶出。那事实上跟自然环境中又不太一样。你既然如果要检讨在这个区域有没有影响，还是要依照实际的这个地点去设计这样的实验这个是刚刚敲碎的是表面的这个胶合的这些玻璃其实胶合的玻璃在光电板本来就有它的设计的原理在啦，材料都有它的原理在啦。这样的实验事实上，我个人感觉不出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议员进一步表示，台湾欠电不止发电力能，认为核电才是上好的选择。不过，当市长讲人民烦恼核废料问题要熄倒，结果想未到议员讲伊强调的是核融合的新核能科技，无所在抗霸气回应会当抗引导。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